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勾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哎，敏华，你最近会不会想要飞出国玩呢？我真的超想飞出国的，因为呢，现在 FB 啊可以看到很多同事都在 PO 哦，不是到了日本啦，就是什么北海道啊、韩国，害我超想立马飞出国的。对呀，可是你知道出国怎么讲吗？出国叫做出柜，出柜。那你有没有想到哪个国家你去离航呢？离航应该就是旅行吧？对，旅行就是离航了。那我最近想要去日本哦，因为啊，很多朋友会搭廉价航空哦，飞去日本玩，就算一算啊，这廉价航空还真的蛮省的耶。真的会很便宜哦，因为像我自己呢，就有搭廉价航空到日本，我就发现算一算呢，真的很便宜。而说到便宜，便宜要怎么讲呢？便宜就是便宜了。那如果说呢，出国旅行越来越便宜，要怎么讲呢？哦，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出柜离航，进来更便宜。出柜离航，进来更便宜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好好核算一下，怎么样出国玩才划算？真的。小玉，我最近好想要出柜哦，不想说你有没有想要到哪里去离航？我觉得东京、大阪都不错哎。我也觉得日本还不错，来问问吧。哎，你好，我是 Amy， 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坐。你好，因为我们两个想要出柜，我们想说要去日本的话，不晓得有没有比较便宜的自由行行程呢？是廉价航空的东京自由行5天4夜，只要12400元起。哇，现在到东京离航呢，真的很便宜耶。那到大阪呢？大阪5天4夜自由行只要14500元起。哎，现在看起来廉价航空好像变成新的离航的方式了耶。你有没有想要到哪里玩啊？想要去东京哎。那你可以帮我们看看吗？你好，帮你订到了。目前订的话是12月1号去，12月5号回的东京5天4夜。最后面祝你们离航愉快，谢谢。哎，我说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，居然机票都已经订好了耶！对呀，一定要的啊，冬天要去滑雪，要赶快订机票喽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哎，其实我还蛮想跟你一块去，因为我还蛮想要去像是滑雪啦，去买衣服啦。对，停，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了，待会再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出国了，出国叫做出柜。那么旅行就叫做离航，离航就是旅行了。那如果说要买便宜的机票，便宜怎么说呢？叫做便宜，便宜就是便宜了。那如果说出国旅行越来越便宜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要教给大家的是出柜离航，进来更便宜。出柜离航，进来更便宜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好好算一下，出国玩的时候行程怎么最划算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